再来看台南市南区的大台南观光城是起伫盐埕大排水道的顶头哦，所以是真危险。市政府按算讲今年要拆掉，也毋过哦，观光城的店家对市政府提出的配套办法是无法度接受，早起去市政府抗议定情。台南市的经发局是表示讲会搁再沟通。大家拢拼命拼死去买，毋是。3万5万呢，毋是像小巴讲几万啊，毋是讲迄民族咯摆路边呢，即大家拢开80来上少哦。提出40档前的企业做几若10档生理的所在，就要互台南市府拆掉，佮收到高雄行政法院的通知，要求15天内提出陈述。当地的大头家认为公部门咧甲人欺压。高雄行政法院叫阮收到文15天内爱停工，交等来行市政府啊。因为当天是阮有哪配合政府的政策入来营业的，阮有合法的建造，佮合法的使用这条。啊，你叫阮走，你爱有配套嘛，拢无。台南市南区盐埕大排水道因为污染臭毛毛来地下化泄暗沟，不过1983年时，台南市政府选伫大排顶头起大台南观光城，头尾800过7公尺长。台南市政府讲，会起观光城是有伊的时空背景甲政策的目的。不过，即卖状况已经无符合都市计划法，佮加上部分的建筑物更紧漏出来。暗沟嘛有暗门头受损，看到更紧的状况。经过鉴定有安全的管理，市府决定拆除，也这是因其他头家不满。1月25主持会一家人是去到市府定情抗议。咱有做一届结果鉴定，发觉讲包括会计伤寒，因为伤寒伫个电根无快嘛，迄拢腐蚀去啊。人还佮住伫遐，对咱下有发生危险，对大家是。无愿意看到的，所以讲，阮伫10月搭上法院强制执行，所以这个部分嘛，会去甲因持续去做良性的沟通。虽然进前市府提出减购大头家权益的安置，也佮有半所在费用，不过大头家认为讲安置措施甲营业性质无共款。面对大店大头家定情抗议，市府会佮再召开协调会，希望会当创造大头家市民甲市府拢总赢的局面。记者台南报道。